欢迎收看《真心讲三小》，我是卧蚕老师，我是台湾边麻。真心讲三小。为什么老师要请大家敢诈虾呢？绝对唔是因为老师是一个虾妹哦，迄是因为虾伫台语当中是一个不哩重要的字。恁是毋是已经想到啊咧？无毋对，咱常常咧听人讲社会也是啥物，就是因感觉不可思议，也是真正听无发生啥物代志。咱这个节目真心讲三小，也有人讲是讲虾小，就是差不多的道理哦。老师，对啦，虾的台语是念做虾，虾子的台语是念做虾啊。哦，对吼，不过虾伫台语同款真重要哦。像咱的爱国主持人吴宗宪就真爱讲，嘿嘿，厉害啦！原来伊平常时伫节目当中都是咧学乐这位叫做虾虾的人，国语叫做虾虾。唔知影虾虾到底是啥人呢？当然嘛是我知影虾虾厉害啊吧。另外，虾啊若是讲无注意去讲到笨色话，就会互 NCC 逼，就会变做虾逼。我听你的。而且啊，佫有一首歌嘛，甲即个虾逼有关系哦。啥物？是帮无 music Happy Birthday， 哈哈哈嘿嘿嘿，这就是 Happy Birthday 这条歌的由来哦。咱拢知影，虾仔的阿哥就叫做虾哥，规丛好好无错，就是这个虾哥啦，嘛会当叫做虾狗哦，毋是虾姑。虾姑的意思咧，就是气喘的台语。像最近空气的品质咧真无好，会记爱炸喙安，尤其是炎热的市面哦，爱更加注意，虾姑是会害的咧。到底是咧讲啥小？虾仔嘛是非常 international 的，像咱的厝边日本，因嘛会时常用这个字哦。若是讲有一个代志，互伊着惊，料想袂到，迄个时阵呢，因就会讲。好啦，我了解虾仔有偌重要啊，所以今日是要来学啥物咧？今日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空手护虾啦。啥物是空手护虾呢？就是像安尼，两只手甲水护起来，叫做护水。但是你敢知影，若是双手空空来抓虾仔，不管是安怎护，拢是抓袂到的啦。所以空手护虾意思就是无彩工的意思。安尼是要安怎用咧？来看例句，虽然赤匪辛苦去了红火场，也是真侪财宝会爬过墙仔来看阮的节目。你大鸡母，火头母是为你啊！你做的代志拢是空手护虾，无彩工啊！也是袂晓用吗？无要紧，老师佮举一个例互你听。伫美国有一个银行的行员，为家己的银行偷摕钱，无想到伊偷摕成功了后，伤过欢喜，家己对偷摕的钱翕相抛去伫 IG 顶面，结果就互掠去啊！爱记偷摕物件毋通抛去伫网络顶悬，无就会空手护虾，无彩工啊！大家敢有了解咧？是毋是甲我同款学到真多咧？完全袂惊空手护虾咧？最后，老师来甲大家分享一首保证你吃饱哩的念诗。食了才想要洗手，嘴暗看喙流鼻孔。防疫若是做一半，空手护虾无彩工啊，无彩工。看了今日的真心讲三小，大家敢有感受到卧蚕老师的真心啊咧？无，你点点啦。后集咱再会咯，拜拜。